歡迎收睇呢一節新聞，我係清燦。保釣船啟豐2號下晝返抵尖沙咀碼頭，大批市民在場迎接。每次握手，每個擁抱，每個花環，都代表住市民對保釣人士嘅敬意。坐啟豐2號歸航嘅7個人，同早前搭飛機被日本遣返嘅7個人再次聚首，慶祝成功登上釣魚島。每個人都有講唔完嘅感受。從一個登島個理念，同埋我哋所有成員安全去安全返，我覺得係成功嘅。但係在我嚟講，始終都係仲留返一個夢，因為我參加咗16年，我都好想隻腳踏喺釣魚島上面。但係呢次始終我係送咗7個我兄弟上去，我始終係留喺隻船度做返我自己應有嘅工作。我能夠上去釣魚台，係我呢生嘅願望。當我個目標向住釣魚台嘅時候，我就係冇諗到其他嘅嘢，只係往前直行，上到釣魚台。有內地同台灣嘅保釣人士，亦都有到碼頭迎接佢哋。無線電視記者潘慧良報道。警方根據懲教署提供嘅資料，拉咗9個人。